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校园霸凌这个校园霸凌在咱们这儿也是经常上热搜被网友所关注，容易引发公众的热议。而且最近一些霸凌的事件也比较多，咱们也聊过很多次。巧了最近新加坡一个小学也爆发了一个校园霸凌事件。我们可以看一看新加坡这个校园霸凌他们是怎么处理的，他们在网上引起了怎么样的一个反响和这个议论，对吧？新加坡的网民是什么态度？新加坡的这个老百姓是什么态度？这个联合早报报道是8月17号有一篇报道，叫女儿被霸凌，母亲接死亡威胁，校方或考虑打鞭处分涉事学生，就是鞭刑传说中的鞭刑他这个报道讲的是一个叫伊尼39岁，是个理财顾问，他告诉这个联合早报，在盛港一所小学读3年级的女儿最近表现反常，总说想找个盒子把自己装进去，还常被噩梦惊醒。这个小姑娘还经常告诉她妈妈说梦到了妈妈死，爸爸死，最后自己死了，就做各种各样的噩梦直到有一天女儿突然哭着说不想上学，一问之下才知道女儿在学校遭同班男生霸凌。她说7月24日身旁2名男生在上课时吵闹不休，女儿提醒对方安静，却遭男生打手，还被骂脏话。2天后，这名母亲电邮向学校反映，不料3小时后就接到3名男生来电轰炸。截图显示说3名男生7小时内各拨出20多通视频与语音电话，其中一人还发语音短信说你以为你是谁？林北是坏人，有问题就出来解决。这个林北什么意思？我经常刷那个短视频刷到那个福建那边好多人拍的那个短视频，里面动不动就是林北。那林北好像是不是闽南话或什么的那边的这个口头禅。这个3名男生还威胁说我可能把他分解成块，或者在学校结果他的生命，你选哪个？又或者我把你和你丈夫也杀掉。这个殷女士还向那个联合早报记者展示了那个短信还有那个电话那个接听的一些界面。那么这个殷妮这位女士立马报警了，警方说事件已超出校方处理范围，建议直接联系教育。她追问下才得知，女儿自2、3月间被调到课室最后一排，与2名男生同坐后，经常遭言语辱骂、物品破坏，甚至被试图搂抱。殷妮尝试联系3人父母，只联系上其中1名男生的母亲，后者承认自己的孩子动手，但因为女生当时也喊了闭嘴，所以要双方互相道歉。这个殷妮当然心情不爽她认为我女儿是受害者，还要道歉，真让人难以接受。这个作为家长殷妮归咎学校老师未及早介入制止霸凌。她说女儿第一次被打前曾口头和书面要求老师换座位，还给老师写卡片表示感到不受尊重，老师却没处理。她也从家长群中得知班里多名学生都曾遭其中1名男生攻击，但最后不了了之。我提议学校组织3方会面，但学校以这是家长隐私为由而拒绝。难道我得上法庭才能见到男生家长吗？校方随后通知说女生与几名男生已互相道歉，3名男生被停学1天到3天，居家反省。校方承诺女生回校复课后会安排同学相伴，避免落单。但据殷妮介绍8月1号到7号间，女儿又被其中1名男生用手肘击打，身上留下严重的淤青。8月8号，殷妮最近一次与校方会面时，称校方访问她是否想过为何每次都是你的孩子被攻击。这种问题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个说白了就是叫不完美受害人，就是你的孩子被人欺负了，有的时候反而要求你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为什么你的孩子招人欺负呢？对吧？全班那么多同学，他怎么就专欺负你们家孩子这种问题也会经常遇到。这个校方建议他避免在家长群中过度议论，以免孩子在学校成为焦点。如今女儿已1周没回校上课，正接受心理辅导。殷妮说事件令她的工作和情绪受挫，我到警局，对方要我问学校，我问学校，学校说案件已交给警察处理，我不求惩罚，只希望女儿能恢复正常生活。这是联合早报报道的这给我感觉
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个新加坡这跟咱们这儿也差不多嘛。那一般的受到这个霸凌的家长，你看找学校好像处理起来没有力量，也就解决不了问题吧。派出所好像也是无能为力，对吧？一个是涉及到未成年，一个是又有学校，总之家长总感觉啊，对吧？他的问题解决不了，他的这个受的委屈的吧，他的气出不了。至少到现在啊，就是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这个报道的时候，表现出来是差不多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说校方回应联合早报讯问时说啊，自事件被老师发现以来，学校一直在支持受影响学生，关注他的身心健康，及时向家长通报学校的调查进展。校方也已为这名女生返校复课制定安全计划。学校同时也与3名男生的家长就孩子的行为进行沟通，涉事男生都已立即停课。鉴于男生行为严重，校方会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检讨并采取纪律处分，其中包括打鞭，就是鞭刑啊。校方指3名男生也已接受辅导，让他们从行为后果中汲取教训。不过校方也强调，校方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受影响女生也曾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学校也会予以处理，确保学生学会尊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个学校的意思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受害的女生也有一些过激行为啊，就这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联合早报报道啊，这个在新加坡啊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后续呢，8月21号，这个新加坡教育部啊就回应康宁小学霸凌事件，说涉事男生已被处罚，包括鞭罚。这还是联合早报后续报道啊。联合早报之前报道，一名母亲向学校举报9岁女儿遭同学霸凌后，就接连接到3名涉事男同学发脏话和恐吓语音短信骚扰，女儿也因事件暂时休学，目前正接受心理医生辅导。事件随后在网上发酵，教育部星期三晚上，也就是8月20号，在脸书发文重申不姑息任何形式的欺凌和伤害行为，强调对相关报告的严肃处理，并由教育工作者及时收集事实，采取必要的纪律措施，就是惩罚啊。这个关于康宁小学霸凌案，教育部8月20号晚上在脸书发文公开相关细节，也就是咱们这边呢，就是相当于官方的一个通报，说3名涉事男生早已遭处罚，包括打藤鞭。校方也已和受影响女学生的家长面谈，对方同意与学校合作，没有进一步要求转学。但是你看啊，这个新加坡教育部啊，他也重申啊，说绝不姑息任何霸凌行为，并希望父母不要在网上公开片面只做出不好示范。也就是说啊，无论是受害者家长还是那个施暴者家长，都不要在网上公开片面之词。这是新加坡教育部的这个呼吁啊。教育部说啊，鉴于上述案件在网络发酵及指控的严重性，当局决定公开此案的事实，以回应受影响女生母亲对学校处理不当的指责。教育部说啊，对于每起霸凌通报，学校都及时处理，采取纪律，包括在必要时鞭罚，同时努力修复涉案学生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学习。涉案的3名男生和被霸凌的女生都是9岁的小学3年级学生，受影响学生曾在某些场合有伤人的行为，校方也以同样公正的方式处理这些事。例如，今年4月底，受影响女生举报其中1名男生对她和另一名同学使用侮辱性言语，但因女学生同样以侮辱性言语回应，班主任于是要求相关学生对不当言论相互口头道歉。也就是这个受害的女生啊，也曾经啊言语侮辱那个男生，那学校的处理就是双方都互相道歉。对于过后发生的霸凌事件，3名男生中1人从家长那里拿到女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于是3人多次拨打恶作剧电话给女生家长，1名男生还发送威胁女生家长和家人的音频信息。这个男生的家长也是糊涂啊，对吧？怎么能把这联系方式给自己孩子呢？这校方调查后啊，立即惩处涉事的3名男生停课。鉴于他们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女学生家长已报警处理，学校本将在警方结束调查后进一步采取纪律措施，包括打藤鞭。然而，校方本月7日接到通知，指女生有瘀伤。调查发现，上述其中1名男生因被发现在放学时甩书包打到女学生，那就是背书包的时候吧，估计是有意或者无意的，对吧？撞到了这个，这小孩也有可能是有意的，对吧？他借着假装是背书包往后
后背一摔，对吧？正好打着这个他后面的这个女生，也有可能是无意。所以这个校方因此调查后，于12日鞭罚这名男生。学校也将继续与这些9岁孩子的家长合作，让他们从自己的行为中汲取教训。对于女学生，校方在不同场合与家长沟通，14日安排与父母在18日见面详谈。不过，对方于15日和16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指控，称学校未采取任何行动，也未制定任何安全计划。教育部指出，原定于18日进行的会谈已顺利举行，双方面谈超过4小时。校方向受影响学生的家长阐述事件完整经过，包括受影响学生本人曾有的伤害行为。家长同意与学校合作，让孩子在加强版安全计划到位的情况下返回原校，不再要求转学。按照这个教育部的说法也就是学校实际上已经在14号这里就安排了18号跟这个受害的女生家长面谈，但是这个受害女生的家长15号、16号连续在网上，对吧，发布指控。这个教育部呼吁家长合作，防止网络伤害孩子。教育部最后敦促家长与学校紧密合作，维护孩子的福祉。当家长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经过夸大和片面之词时，会让孩子进一步情绪困扰，并阻碍学校进行康复和调解工作。在这起案件中，这导致我们教育工作者和年幼学生遭受网络攻击和人肉搜索，这些都是霸凌行为，并向孩子传递错误信号。教育部关心所有学生和教育工作的福祉，并在必要时将根据相关章程采取坚决行动，维护教职员工的福祉。这个是联合早报关于这个新加坡康宁小学霸凌事件这个前后2篇报道。通过这个联合早报的报道我们就发现所有的霸凌事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咱们这儿都差不多，就是它的形式并不说新加坡就没有校园霸凌，对吧？这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总有那这个应该正视，对吧？这是我第一个感受不是说新加坡不是说这个非常文明吗？对吧？管理的又好，对吧？是华人世界的典范，但是它也有霸凌，而且你看这第二个，作为受害者女方家长，他也有无力感，就是找了学校好像也对吧？去警局报了警也没用，对吧？找警局吧，警局说你得找教育部，找了把学校的按部就班，对吧？似乎对吧？这事拖了1个月也解决不了，也就是没个满意的这个处理结果。那作为家长，他跟咱们一样，是吧？也选择在网上开始搞起来。那在网上他一搞起来呢，一样的，在网络上也在那个新加坡的网络上也引发了这个网络攻击和人肉搜索，攻击这3名男生，攻击学校，对吧？攻击这个学校的老师、教职员工。你看这些好像跟咱们这也差不多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就是面对校园霸凌，不同的地方我发现有这么几处一个是新加坡它有鞭刑，犯了错误的男生要挨鞭罚、藤鞭至于说打了多少下我也不知道这联合早报还没报道，但至少人家是可以体罚呀，对吧？体罚比言语教育那效果恐怕对吧要直接的多吧。这是第一个咱们这个现在学校，你不要说打孩子了，你连批评小孩言语重了那小孩回家一告诉家长，家长还得找老师，对吧？老师要敢打学生，那就炸锅了。所以说学校有的时候确实为难就是咱们中国的学校，他对学生没有什么惩戒力，对吧？连骂都不能骂重了，只能批评。这是第一个。现在咱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懂你比如说现在40、50岁的，小时候都是挨过揍的，对吧？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是80年代以前的这些孩子，哪个不挨揍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这有一句俗话叫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也就是这个2000年以后这个因为咱们改革开放，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快，加上这个叫只生一胎这个多方面原因导致了所以整个社会对吧不允许再打孩子了，不光家长不能打，老师更不能，那别人更打不得，是吧？整个社会风气变了，对吧？在我们小时候，这孩子不听话人人得而打之，这绝不夸张那小孩调皮捣蛋，路过的人看见了都可以揍你2下，你只要不把这孩子打坏了，那家长不会管，家长会说打得好。但是你看新加坡现在还留着鞭刑，对吧？你犯了错误抽你，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震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新加坡的官方人家就明确要求呼吁这个受害女生家长不要在网络上渲染情绪，放大案件。新加坡教育部表示，这起案件引发针对教育工作者和幼儿网络攻击和人肉搜索热潮，为此将按照教育部章程采取坚决行动，保障员工福祉。这些网暴行为本身也是霸凌，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很多事情被捅到网上分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他通过线下通过正常的途径渠道
道得不到伸张，没人搭理他，那么被迫把它发到网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这个事情本来按照正常程序在处理，对吧？有的在打官司，对吧？已经在立案了，准备等着开庭；有的已经开庭了，等着判决；有的没有立案，但是有的，对吧？他没打官司，他跑去报警了，是吧？警方正在调查，等等就是说这个事情正在按照程序在走，他这个时候把它发到网上，或者是他就没有去走那个正常的程序直接就发到网上。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可以基本断定这个正在走程序的事情，或者是根本他就不去走程序，选择直接上网，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这些人无非就是想这个先入为主想先上来影响为他谋利，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像这种十有八九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作为网友就对这种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警惕，肯定是想利用你这个廉价的情绪但是我们大部分网友是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只要一看到这个就火冒三丈，这还了得？小宇宙爆发，感觉自己这个立马上升到一个道德制高点，变成一个正义的化身。实际上你忘了你是被别人利用。如果你按照这个逻辑你对网络上面的热点你的判断恐怕8、9不离十，对吧？你就看那些热点突然莫名其妙冒个热点出来，你看看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网上热点那个翻车特别多的原因这个青少年霸凌、青少年犯罪这个东西也算是个顽疾也就是它不太好这个根治，因为面对的是青少年，对吧？是一群心智不成熟的，如果再加上家长心智也不成熟，那就完蛋了，那就更难解决。所以说放眼全世界这个校园霸凌，对吧？青少年犯罪的都有只是处理方式，对吧？这个处理的效果、公平性这些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那种校园霸凌是你没有办法描述的，你跟老师说根本就没有用。我举个例子比如那个时候是2个人坐一个长桌子嘛，对吧？如果你坐在那个里面，对吧？你同桌是坐在过道边上，你要上厕所，你记得从他后面，对吧？他得让一下吧，他得把凳子往前挪一下，你才能过去嘛。一般都这样嘛。有的小孩调皮，或者他就是欺负你，他就不动，然后他也长得胖，你就推他也推不动，搬也搬不动。你上厕所你急了跳一下出不去你说霸凌有什么用呢？你跟老师说老师肯定会骂批评他，警告他，让他下一次如果这样的揍他。但是这学生根本就不在乎，你老师骂他一下，老师在的时候他让彬彬有礼，老师只要一不在，扭脸看不见的时候，他又那样，就挡着不让你，对吧？然后你告诉老师，老师有的时候不耐烦，说我看这孩子还可以不像你说的那样。这就感觉就跟那个普京和地保老人一样地保老人呢和特朗普一样，感觉普京还挺斯文的，挺绅士的，对不对？也挺讲道理的，对吧？动不动要和平解决，爱好和平，要政治解决，要停火，这就是无力感。那你说怎么办？这最好的办法就是下课或者放学找表哥或者找什么堂叔，或者是找什么一大堆，对吧？过来把他打一顿，把他打怕了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你跟你的家长说也没用，一家长很忙，第二家长也听不懂，对吧？你要跟他家长说你也找不着人家家长。所以说这就是简单粗暴。因为我也比较关心这个校园霸凌所以我经常问我儿子，问他们学校，我就问他们班哪个同学最厉害，他就回忆他们班有个同学最厉害。我说怎么厉害？然后他就跟我描述。我说那你们老师不管吗？他说老师管老师天天说他罚站，然后老师只要一走他又恢复原样。关于这个校园霸凌青少年犯罪这一块这个校园霸凌这本身我觉得当然它不能根治但是它是可以防范，也可以把它影响降到，但是网络暴力这个影响更大，危害性更大。在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这一块，网络霸凌不是更恶劣吗？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杜绝网络霸凌。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主管部门或者就是网络管理部门或者是平台应该在这一块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呢？就是这个事件如果正在处理中，有人把它发到网上来炒作，那对这个应该加以限制，对吧？不给他推流，不给他流量，或者是对他进行这个下架，因为这是明显的想通过舆论来干涉这个司法，来干涉有关部门的处理。这里我要说那个武大性骚扰案，那个杨姓那个学生他把这个告到学校去了，告到辅导员那儿，拿出证据，拿出录音，要处理这个肖某某。那这个事情也在处理中，虽然武大处理的慢他是3个月都在踢皮球扯皮，然后这个女生把他发到网上去了，对吧？借助网络给武大施压，那不就这意思吗？对吧？借助舆论嘛，结果他得逞了，对吧？在这个汹涌的这个民意前也就是这个网络这个网暴前，武大就给了这个肖某某处理处分，对吧？这个事情就这么过来的这是典型的想用舆论来压这个干涉，影响案件的这个走向和结果。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个山东
淄博那个叫双层绿帽案，结婚22年以后才发现俩儿子都不是亲生的，这就是典型的就是用舆论来影响司法。因为这个案子在审，对吧？要准备判决，谁把这搞到晚上去的，谁心里有鬼这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就是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就是有关部门太害怕舆论了，对吧？自身本来是正确的，也不敢坚持，一看舆论，对吧？是要这样，为了平息舆论，他就要迁就，不惜要办冤案，要把舆论先压下去再说。这种习惯养成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原则，实际上是叫一错再错。那这个武大就是这样的，叫一错再错。现在把自己架在那儿了。那有关部门为什么能被舆论绑架呢？那恐怕跟自身不干净有关，自身的糟点太多对吧？怕舆论冲击他所以早点平息下去，这是最好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叫按下葫芦起了瓢，疲于奔命但是有一种行为我是支持的也就是他，对吧？按照你指定的这些渠道、这些程序，我都走了，依然得不到一个结果，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处理。那我在网上呼吁，对吧？在网上来公开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